是来看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今仔举行，劳动部长柯明春伫开会进前是表示讲，民众拢感受到物件起价哦，所以望讲劳资会当伫兼顾双方的权益，好好沟通哦。最新的消息已经出来了，劳动部是决定讲，明年基本工资月薪哦要调悬到27470块，是起1070块，调整的幅度是超过4%哦。实施嘛起悬到183块，是起7块，这嘛是蔡政府连续8档调整基本的工资，按算明年的1月初1开始实施。大批劳团组织伫劳动部外口抗议，因为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初8伫劳动部举行。虽然基本工资已经连续起7届，起到26400块，劳团主张讲基本工资爱起到至少28000，若1点钟的薪水爱伫咧186块以上。他1个月领下来，几乎没有都达不到一个至少生活的一个水平哦，所以我们认为说不应该把时薪跟月薪挂钩在一起，我们应该要把基本工资提高到28000块以上。面对场外抗议，劳动部长柯明春主持会议的时阵表示，物价起的幅度，互民众感受是真深。希望兼顾双边利益的情形之下，劳资都要好好沟通。研究机构也都预期下半年的景气会有所复苏那明年也会更好。那如何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来保护我们弱势劳工，维持基本生活的购买力？那我想是我们本次会议重要的课题。我们基本工资已经连续8年要调了嘛，最主要是计算基础不一样，因为军公教的是用点值来计算它的基本薪，所以不能用那个来做比喻，那个比喻是不合理的。资方的代表认为讲，劳方希望比较军公教，一个手起真济。不过今年第4季，工业甲制造业的订单并无理想，未来景气嘛无啥乐观。希望月绩甲算点钟的爱分开来看，因若月绩起的幅度嘛无应该超过2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